乡亲继续来看这个新竹市文化局的前局长钱康明继续来压料指控，讲是市长高虹安的男朋友李中庭开喙爱伊是这个。新竹市政府是来回应讲，这个人事的变动拢是按照法规。另外，这个跨年晚会明明都有偏预算，即摆煞讲不来举办。新竹市政府是来回应讲，是甲新竹县长杨文科达成共识，采用县市共同支持民间来举办。能够让台湾政治好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保卫着理想，跨界小天。不过前新竹市文化局长钱康明，今日下晝繼續鋪文壓料，講頂個月4號叫市長高虹安的男朋友李中庭要求伊辭掉。8月7日，接到李中庭敲來訪問，先怎甲副市長出去和別人見面無報備。錢康明解說跨年晚會是你要做的，叫我莫管，我當來就無啥物代志要做，要報備啥。車頂厝的人攏聽到對話內容，佢當講佮回到新竹處理公司。不過8月7日，參加完客家普朗會慶文記者會，錢康明佮叫李中庭約見面，認為伫咧配合上和當時想的無共款，咁我想看覓當時要辭掉。錢康明回應：我袂辭掉，我是洪安找來，愛洪安叫我走，我才會走。對這個指控，新竹市府回應：人事調動依照法規，和高市長談過，做出調整，無親像外界所傳的謠言。因為錢康明的爆料，跨年晚會在這當中可能有違反採購法等相關的情勢發生哦。那你因為這樣的爆料，而犧牲掉跨年晚會不辦了，那市議會所做的這個審議，你是在把所有新竹市議會的議員弄來整笑的嗎？我跟杨文科县長，我們已經達成共識，就是在今年我們其實不會辦跨年的活動，所以更沒有所謂的外人可以去干涉或者瞧事情的空間。跨年晚會已經變預算，不過活動煞變化，議員不滿，真濟新竹人攏期待舉辦跨年晚會，預算審議嘛通過，不過即馬煞講無要辦，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代志？新竹縣安科縣長剛才講說，那新竹縣市一起處理，但是都委由這個民間辦理，那所以原來變那個預算就不執行了。新竹市府嘛提醒，為5月開始和新竹縣討論跨年晚會，7月就已經敲好勢，縣市攏支持民間舉辦，不過爭議是愈談愈大，要如何讓新竹市民袂失望，嘛正做偏胖的難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